因为以前我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就吃不到这个味道，每次打电话给妈妈讲说，暑假我就要回家了。对，就很可惜，就是来台湾还想着马来西亚。在台湾念书的马来西亚同学，他们也期待有一家可以做到马来西亚的原汁原味的餐厅。所以说，我的坚持就希望可以达到他们的需求，让他们在他乡不会那么想念马来西亚。佢啊，巡行已經30年嘞吼，啊一路行來哦，起起伏伏啊，沒有當到辛苦的一面啊，沒有當到開心的一面，好彩有當到嘅貴人，吼來幫助我，尤其係我爸爸媽媽兄弟姊妹啊，然後又碰到好師傅，真的很感恩，貴人很多，所以我也希望說來六廚吃飯的客人啊，都能有那種開心啊、心滿意足的吃完六廚回去。养着条从烟，春风过去，强凉多，红梅爱哭，谷一天。日下小满，雨下仙，梦中对风思念。西瓜清甜，梦里梦，太初本年，苦渐渐。酒处处甜归烟，年年迎团圆。日东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台北的导演。係全台灣最鬧熱嘅城市，馬奈嘅就係嚟回部國際化嘅大城市地圖，空定軌道嘅異國風情。呢兩道位嘅有一群異鄉人，也就懂10萬嘅老家鄉嘅美食，韓國各式嘅特色料理，當今都有道位，潛在記憶地圖嘅好味道。今日就聽嘅民族，今日也嘅異鄉加油，嚟嚟探看那啲台北上地圖嘅生命故事。嚟嚟。包羅萬象嘅台北，社會經濟發展大頭命，每以美受到全球化嘅影響，室內慢慢也看得到異國風情，造就咗多年有特色嘅文化體驗。喺鬧熱嘅都會外擺下，各行各業嘅百姓都有特別嘅特色，運動道嘅街路、菜地嘅市場，仲用保留嘅朴實嘅樣藝，繼續傳承台北嘅人情味。因為我老鄉親有啲華中橋順巷嘅萬泰市場，佢有40多年嘅老市場啊。連田講嘅家下係批發嘅戰場，一下二十條就係大家賣出最好嘅蔬菜。看到兩位按多年當中過年時節嘅地花節一樣，一下就來啲請來約好嘅鄉親嘉偉，來啲多條件。嗨，嘉偉，按坐，讓約好。來到要特別讓好做一個馬來西亞的料理耶。呀。可是到這邊來，買得到正統的馬來西亞味道嗎？其實台灣的馬來西亞料理都不是很道地，所以我們是堅持道地的，所以我們就這些香料一定要從馬來西亞帶來。然後這邊的話，我們都是買一些食材啦、雞肉啦、蔬菜這些，就在這邊買這樣。你食材選這裡就對了。你看這邊那麼多人，可是先問一下，對，我要找畢業，我是講四仙橋，你在馬來西亞話那邊？我爸爸是跟我們說，我們是廣東大埔客，阿公阿婆我們就叫公公叫阿達。阿達。對，阿達呢是安呢。安呢，對對對。我的阿達，其實我每次講客家話的時候，他們就一直在罵我們叫大番薯、台番薯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客家話每次就是回到去的時候都習慣跟公公講中文，所以我每次客家話都沒有學好，所以我們會的話就會一些簡單的單名詞這樣，對對對，大番薯啊，不然就叫阿達西飯啊。
式咖喱，广东太湖行业，来自马來西亞雪蘭莪族嘅家偉，10年前來到台灣讀書，實地急診室做護理師，因為心心念念家鄉嘅面試，結節打開嘅創業嘅路。最近幾年，很想自家嘅阿姊到台灣聽書揚州盤，兩支露台對調味到食材用料等養菌，就係為了限客集圈家鄉天然地道嘅風味。哎，老板，老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們來客家電視台。我客嘅，你係客家人？哇，我當時到台北市場都到客家人耶，太棒了！我都不懂老板是客家人。先做到。做懂啊，太好啊！對啊，倒邊賣臘腸，認識一下好不好？我不知道這怎麼分，有粉紅色跟黑色的。黑色是肝腸，肝腸好吃哦，這也厲害，真給好講。臘腸，這個是比較肥的，這種是比較瘦的。哎，還蠻明顯的哦，也可以有一塊一塊的油。然後稱為，哎，這個肝腸係乜嘅？肝腸係主管老肉去做嘅。真嘅哦，啲都比較主管哦。主管老肉啊嗬，人家中間是全肉做嘅啦。是，嘉偉，今天我們是要買這樣一對嗎？一個顏色？在馬來西亞的話，其實我們做廣式料理的話，都是買一對叫媽瓊，媽就是一對的意思，媽瓊就廣東話，媽瓊，哎，對對，就是一黑。中文意思是什麼意思？就是媽長，就是媽就是雙的意思，一雙的是。媽瓊。瓊就是長，就是肉的意思。可是現在的話，因為現在人比較不敢吃內臟，所以在我們的店的料理的話，就改成單一的一個叫臘腸。哦。現在就是養生嘛，對不對？可是，在馬來西亞的話，其實現在已經是3大種族的料理啊，都在融合中。所以說現在的話，其實馬來西亞人對很多種族的料理接受度是蠻高的。對，然後馬來西亞的馬來人、印度人、華人的各個的飲食都不一樣。可是我們華人的話，是可以把這3個種族吸收，再做成自己的料理，這樣。所以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比較港式的。馬來西亞華人嘅人口數佔全馬第2，其中又係祖籍廣東嘅華人佔多。聽聽咁多年漂洋過海嘅背景，各族群之間嘅飲食文化未相互交融影響。冇想到禮拜六愛上下嘅飲食交流，未意外掀起嘅兩地嘅客家緣分。買好嘅嘉偉拖嘅傳統臘腸，等等老幾腔下來睇點一下了。現在呢，真有人好好啊，來學一下廚藝了。今天我就講來作為馬來西亞當地的料理。以前雜誌必選的是亞洲10大美食之一。真的？對對對，去馬來西亞一定要吃的，就是拉薩湯麵。講拉薩就是湯的意思。對，拉薩就是一種咖喱香料攪出來的，再配這個椰奶煮出來一個湯的一個湯底。哎，對對對對。什麼？熊貓哦？對，這個是香茅。哦。對，這是拉薩，這個是進口泰國的。我牛仔粥，我牛仔粥。哎，這個香茅啦，就是一般來說，我們都會把這個頭先去掉。對。去掉過，對，這個香氣你聞一下，還只有28%而已。可是重點是要。這個香氣不一樣嗎？哎，不一樣，不一樣，這整個就是出來了，對對對。真贏。哎，好脆啊！哎。我第一次吃到，因為就外表的寬飯，我們吃過很像是比較乾的粗的，可是它裡面好嫩哦。對，脆脆的。對，可是這個很少人拿來吃啦，就全部把它拍扁過。待會這個是準備等下去熬湯頭用的。對，越熬越香。那接下來這個一定是重點，亮黑毛蓋。這個是從馬來西亞空運過來的。哇，哎呀，可以聽到，我就覺得自己來到馬來西亞了。馬來西亞傳統的料理就要有一點點辣。有辣才是馬來西亞料理，可是不是麻辣，是香辣。香辣。哎，對對對對對。你現在還不要講有什麼，我來同困難有嘛東西都亮哈。如果你猜到的話，我給你1年的免費券。馬來西亞人的話，華人會以廣式為主，然後這個是我們也是必吃之一的。真的。對，馬來西亞有很多的這個，當然這是我們特選的。這是枇杷膏吧？你試一下。這個鍋巴都係嘴到會沙沙沙，好像在吃餅乾一樣。對。好香哦！總統一起。
天还不要讲有什么，爱了同困难有嘛东西都俩哈如。果你猜到的话，我给你1年的免费券，里面有13样，你说全部猜对中，，就比维力彩还难，所以就算了吧。你试一试，没诚意呀。很多很多，咸咸辣椒、辣椒，胡椒、盐巴、姜麻哦，还有蒜头、调油、豆油吗？豆瓣酱。哎，没有，它是纯香料，还有辣椒干啊、红辣椒啊，对，南姜、老姜，对啊，我刚才全部都有讲蒜到，算是哎，我好像中了6样哎，那有一半吧，半年的免费券吧。 OK， 如果你可以餐吃马来西亚料理 OK，哇，我刚刚更多维亚的色彩全部用它都要米透底度，可是呢，我觉得它有一个重点就是它是香辣提味的。对，真给，看呀，笋红价给嘞，这是酱油吗？就是那个辣椒油。辣椒油，那对肯定很辣喽。这个不会，还好真的吗对，不会还好啦，也是一样味道。还好对，它不像台湾的那个辣油，就真的是会呛。这个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已经配方调好的味道，来到这边就把我们的高汤煮好，再把它加进去，跟香茅一起煮。哇，这个后劲是还蛮强的，该给我流欢出来耶。可是我觉得一听到吃到牛米头章有酸，吃到你的家乡味，对不对？对。垃圾係啲南洋來嘅，外敗豐富本然熱情嘅欣賞，參味當多樣嘅食材，無強用層次嘅香辣精彩高用腔下，當好吃食新口味嘅家味講，啲太麻嘅北中南有800種嘅垃圾，調料多一些少一些，風味就會無強用咧。行家咖喱垃圾混合嘅馬來魚、法魚、老娘也元素。參味也嫩，有豐富咖喱香料，辣辣嘅糖度，配上啲香料香味嘅氣息啵。3點下來呢，就是換嘉偉的姐姐雪莉來教我做料理嘍。偷偷跟你說，剛才嘉偉啊，他在做那一道菜的時候，我發現他真的是還蠻堅持的。這應該是家族遺傳，對不對？也是個性上的問題。然後因為他是非常堅持他要的味道、跟要的口感、跟要的擺盤之類的。對，他是來到台灣過後才發現到找不到馬來西亞食物，他回到去他就找了我的那個伯父，去到他餐館直接學。真的，他剛才還沒有講到這個。對，他直接去裡面，然後他就回去了，可能好幾個星期就在裡面就煮，然後伯父就教他如何煮，如何做料理，很有心。真的，所以兩連姐姐妹 Q 哈來天數哎。但姐姐，我們現在要做的這是什麼？這是挖寶雞肉，但這是只是前期醃製。馬來西亞人的話，華人會以廣式為主，然後這個是我們也是必吃之一的。真的。好，那先讓你來表演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那我先鹽。哎，這比例都已經算好些。對，因為我們的雞肉來的時候都已經是算好的重量。我們這次特地用的就是去骨的雞肉。對，之前在馬來西亞我們用的都是有骨的。哦，對，因為有骨的話對我們來說會比較香。可是在這的話，我們就遇到很多問題，就是台灣人他們不能夠接受看到骨頭裡面可能還有紅色的，還有血脂這些東西全都不能。但是兩個都大馬地區是做的最好的才是這樣，是不是？對，但我們不能把雞全走熟，所以我們可以有時候可以看到那個雞骨還是有一點紅紅，但在台灣就完全不能接受。了解，就是文化當狗跟接受度不一樣。好，最主要的就是黑醬油啦。這個對，胡椒油。對，借我看一下，這也是進口。台灣的生抽嗎？是完全不一樣，這是濃縮版的。有一些用椒油膏哎。對，它是這個是非常天然的，然後這的話是我們馬來西亞有很多的這個，當然這是我們特選的。這是枇杷膏吧？你試一下，這肯定不是枇杷膏。試一下，它有一點乾苦的味道，因為它就是生抽嘛，他們會一直熬到底部的話，這就是它的精華了。真給還膚感哎。對，這個話是因為顏色，像在馬來西亞的話，福建人的話，他們東西一定要黑色，黑色他們覺得越黑就越好吃。真嘅呢？對，所以他們因為黑色就講你醬油下得多的話，那個味道就非常濃，所以這就是它的味道。如果沒有這個黑醬油的話，那根本煮不成這個挖寶雞。味道要求嚴密，堅持所有嘅調料，天朝愛啲太馬來嘅高成本經營，有啲人看佢有點戇，唔過兩隻老太撒希望留學生都做得啲呀到位嘅得到安慰。對我來講，上所嘅胡椒油
撒喺记到行高嘅记路，希望得到嘅熟悉美食，无缺用生长环境，培养出各式嘅饮食习惯，美食美各个形式特别嘅体验。第二站饮食交流地度，我们得到嘅当到宝贵嘅料理经验哦。OK，Shelly，那我们前置作业都已经准备好晒，三下来呢？这个锅子是什么？这是瓦煲，瓦煲锅。这也是从马来西亚在台湾也没办法找得到。挖宝饭一定要用挖宝宝煮出来的。了解了。好，接下来跟着姐姐一起来学做。好，现在的话我们就放米嘛，这米的话已经是有浸泡过的。没黑马来西亚的米吗？泰国的米比较尖长的，是比较尖长的、细长的哦，有泡过了。生米哦，赏米哦。对，生米。那我们刚才做一个腊肉啊、鸡啊，是等那个米煮好成饭的时候，我们才把它放在上面。哦，那要怎么入味呢？入味的话，你看我们的鸡的话，我们就有鸡汤嘛，我们拿去蒸出来的话，这整锅都是精华。就会刚刚炉后些，你要先把它蒸好，对，再把它放上去。对，哎，这个很功夫菜耶。对，懂豆腐哎，我很好奇，像姐姐，因为你周思琴跟周崔姐，你很条理分明。你以前就是学做菜的吗？啊，不是。一年代黑中嘛干？我是那个工程师。工程师，哇，两个转变被挑胎了吧？一来是刚好我们自己本身喜欢吃啦，二来的话是我弟这需要帮忙，三的话因为我们都是像是一个家族，所以的话就到了这个行业了。喜欢吗？哦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对啊，因为是完全跨领域耶。对的，可能吃的话是比较完全不一样的领域，那你就可能会比较 enjoy 在这个东西，就会回到家一样。毕竟会嗅到很多小时候的回忆，这样。对，就马来西亚料理的话，吃的话也比较真的是感觉比较温馨。山珍海味食透透，行起家乡菜本然清油安味嘅效果。此际天地也未顺风，闹热嘅早下係慈物向天之妹50嘅秘密回憶。阿姊講，就算泰國後各行各嘅路，感情還係很連淡。記得對食嘅認識到堅持，就係啲成長記憶來嘅。就像亮出牙煲雞飯，濃濃嘅香味飄揚過去，啲大馬故鄉傳到台灣嘅飯族蛋糕。哇，今日呢，田田、嘉偉還有 Shelly 一起認識這個馬來料理，才知道原來大馬料理裡面有這麼多精髓，而且重點是在味道。然後先來設兩個，這是剛才跟嘉偉一起來學這個熱沙湯麵辣沙，濃濃哎，很濃郁哦。哦，味道非常的香濃過以外啊，我怎麼感覺這邊好像是着火了？那個是薑嗎？應該是咖喱。它咖喱跟香味，而且剛剛你揉嘅椰奶下去，對，它變成是整個椰奶讓它整個湯頭變得很順、很滑順。還有剛才用那個熊毛有冇？它其實是第一個聞到的味覺的感受。但是落去過後，先批到一個熊毛跟香味撒過來呢，你就會被它火熱的湯頭，心都火熱起來了。雞肉也是重點哦。客人都說蠻嫩的，這是海南雞的雞肉，因為我們都是特別選用那個雞腿的部分。好嫩哦！對對，雞腿吃起來特別的嫩。外面一般有可能都用那個雞胸肉，吃起來比較柴。真的很嫩，難怪它會這麼吸引人，而且皮也是那種很 Q 彈的。那吃到亞洲米頭哦，它真的就是因為本身呢就很多的食材在這裡，所以它其實味道是非常多元的，就是像是大馬文化給人的那種感受。對，這個料理真的是在來馬來西亞一定要吃。再來好了呢，來吃這個蛙吧，好吸引人哦！有這個鍋巴，哎，你看這個厲害了，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下，你看，豬黑辣的是最精華的，哦，我配着臘肉一起吃。你看這個臘肉，就會一定要買有油脂的，它已經好像可以照到我眼睛一樣，已經很透明了。這個鍋巴都還追到我下，好像在吃餅乾一樣，對，好香哦！讓我先感受一下它這香氣，辣味會慢慢的在嘴巴裡面再慢慢徘徊，臘肉的功能在這邊，要越吃越香的。這個臘腸你真的好好細細一道給品味，
里面呢，改开腊肠哦，它的香气是一层一层咬过去的。但是呢，刚才姐姐单改卤这个鸡肉也是一个重点，因为刚才呢用了很多的这个黑酱油，对不对？那个只有马来西亚港式用对才敢用，对。它真的不是开起来想象的酱油是有咸的，或者是豆香，不是苦的。它其实真的是富感的米头，对。它的苦甘还在，但是呢，它不粉它转甜哎，它有变得一种淡淡的甜香。因为它里头有一些焦糖的成分。对，焦糖，太下饭了吧！我算是找到马来料理界里面最刁钻，然后最坚持的2位熬人了。其实我们也喜欢吃啊，对，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其实小时候要吃鸡腿其实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要加钱才可以吃到鸡腿，所以我们要求爸爸。我们现在要回馈给客人嘛，所以我们是喜欢吃我们喜欢的，就好像我不喜欢吃鸡胸肉，你叫我煮鸡胸肉，我自己都不敢吃，我讲给客人吃。因为以前我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就吃不到这味道，对，每次打电话给妈妈讲说，我要暑假我就要回家了，就很可惜，就是来台湾还想着在马来西亚，那来到这边你在台湾来我这边吃了，妈妈我不想家了，再继续在台湾就可以做其他事情。斯木卡料理嘅心照，在空食报告后嘅能量，繼續親情體驗他鄉生活嘅一切。人講嘅美食就係呢條，就像掠出咖喱嘅肉餃，太後咬下去，幸福感質薄又香。阿姊講，掠出日常嘅太馬白香小食，係啲媽媽嘅廚藝學來嘅。就算做起來當後宮，還係堅持將簡單嘅美食呈現出來。本來是嘅人客感受到最實在嘅太馬街頭風味。把一个工都轉來，你2、3年都唔係做傳統嘅。幫他打針。對，一開始做媽媽想講我來要到畢業可以傳統，而且我必須說，到台北要到畢業，競爭壓力超級大的。其實做了護理1年半過，我覺得有一點點厭倦，跟不是我想要的。然後我們應該是說，我們對馬來西亞料理有信心。料理是最容易把一個國家，像我們把我們這個國家介紹給別人的，真的。第一個印象，對。所以一開始其實我們沒有開餐廳啊，是開餐車，到處工業區啊，輔大，我的母校輔大的後門去擺攤之類的這樣。所以一開始都是從小小的攤位開始做起。可是你為什麼不想說你畢業之後就是回到家鄉呢？中馬該一聽我想講我要在台灣這邊創業，就是因為台灣沒有，這個是一個機會跟一個優勢這樣。對，因為回馬來西亞的話要重新開始。可能是家裡吧，像可能我公公從小的時候他就跟我們，因為公公都是白手起家，在我公公那一輩的話，那很多客家人啊，他們的話都是一到南洋就下南洋，馬來西亞話他們都是自己開始就做生意。然後從小他就告訴我，他說有機會的話就自己出來創業。他們說工字不出頭，我公公每次都跟我講，工字不出頭。在台北真的很難得哎。這個老闆娘。哇！我不要看，好恐怖！我起雞皮疙瘩，我的腳都麻掉了。大部分做川菜的人，應該這一道菜應該都會，只是每個人的做法功夫不一樣。對，亮亮，黃師傅，你這樣太快了，你要讓我學。有機會的話就自己出來創業。他們說工字不出頭，我公公每次都跟我講，工字不出頭。他說在打工一輩子都是還是打工。創業對我們來講不是一個很陌生的東西，就覺得有家人支持，然後就去闖啊，就沒什麼大不了，就家人是後盾嘛。就失敗了就回去跟他們哭一哭就沒事了。我以前也是做了餐車，虧了2年，每次回去就跟他們要錢，其實是蠻心酸的，懂嗎？對，所以就是這段期間你要人捱過，不然捱過就沒有了。然後最主要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就是媽媽了，對不對？當她一開始就覺得你花了那麼多錢讀了一個專業，然後突然跑到一個陌生，然後又是非常辛苦，大家認知非常辛苦的一個餐飲業，對，所以那時候她也是有反對啊。可是重點是家人都支持，媽媽也沒有辦法這樣。可到最後現在我們店裡面的咖喱餃啦、涼耳糕啦，都是她一直在幫我們在馬來西亞在做研究，然後
食谱把它写好，来到这边讲，姐姐教我们的员工这样。哇所以他现在讲说，什么时候我可以过来？是我们的顾问。对对对，他每次问，今天营业好不好啊？今天怎样啊？你这个东西不能这样，不能讲，所以他变成一个总监或者是一个顾问这样。真的，赶快对着镜头跟妈妈谢谢。对，妈妈谢谢你了。对，我们会越做越好。对，继续努力。对，就是把那个马来西亚料理发扬光大。真的。认同自家嘅文化景头，留两份濃濃嘅情感，用啲突出家鄉料理地度。用記錄睇講，12啲老輩讀到客家人，都會有一種熟悉嘅情感。掠下啲台灣當景，加為潛到嘅鄉下大餅生活嘅本樣。兄弟姊妹老阿妹，咪本佢最實際嘅支持，行家啲阿公留下來嘅客家精神，就像一個燈塔。另外一種大餅嘅世界，就用做得清楚自家嘅方向，記得自家嘅文化面貌。離開電影下嘅大馬兩支露台，沙地下來我哋拜訪空地都市嚟回目地度嘅料理故事。凤珍姐，你好，你好。香港今日有人合作下嘅川客料理，做得對呢道嘢開始先好咧。先來買菜，先學怎麼買食材。對，好，先選食材。介來啲。好。受風景太子，苗栗太府客家人，國中畢業過後搬到台北，喺都市叢林地度生活了30年。風景子卻用保持朴實嘅心腸，帶領客家莊親切嘅笑容，希望做得本來式嘅人客，有唱啲活下食飯嘅感受。聽聽風景子先來啲台北最傳統嘅五市場，感受菜天兒鬧熱漸漸嚟嘅買賣樂趣。哇，鳳珍姐，剛才專門賣後山的市場。對呀，台北最大的市場。對呀，因為我覺得市場這邊人來人往，一買都是買一整批的。咁人家我去那間買。買嘢喺件咧講講關於30年。那不就跟我差不多大了？對呀，天耶。真緊哦，那給黑嗎？好，來去看一下。哇，好大冷凍庫哦，應該很新鮮哦。活的。老闆你好，既然直接養殖在這裡哦。是在那邊晚上下貨的時候，貨主來這邊洗完之後，我來我這邊下貨。所以是從哪一個漁港送過來的？中立比較多。中立比較多。中立的楊梅那一帶的，他買就晚上下到我這邊來。據說我們老闆娘已經在這邊買了快30年了。有對，我岳父退休了，那交給我做。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信任關係。對。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買芒好多。在台北這樣很難得這個老闆娘。哇，他怎麼？他也是有買大。我不要看，好恐怖。他也是有買大。我起雞皮疙瘩，我的腳都麻掉了。現在才等一下，這真的好活哦。砂鍋魚頭都會優雅嘅，這黑芒乾魚哎。那鯉魚有蛋和沒有蛋嘛？那我老闆娘那時候要蛋，我就把它抓有蛋。兩隻，哎呦，好蛋好多啊，好多，真甜呢。對，都蛋很飽的。真的。對，這兩隻是老闆叫我要換給他。所以這是一公一母嗎？2隻都是母的。2隻為什麼都選母的？因為有些客人喜歡吃蛋，有些人喜歡吃魚白。是公的，它都是有魚流出那個。我知道。不說公，而且是要看它的腹部的地方嘛，對不對？有時候看肚子脹不一定代表就是母的，所以我說還是會再注意試一下這樣子。一般大概我做久都才知道是母的，就看有些看得出來，這個蛋非常的多。這個超級飽滿，對，這會不會一壓出來就會有蛋跑出來？有時候大概季節在春天之後，它可能就比較會有下蛋，會流蛋。大概在春天後，春天來之後，大概3、4、5、10月，還有溫度問題要調整。對，就這水溫呢，大概17到19度溫度，你太熱，它的魚會一直跳，它會受傷，像有時候魚會撞到，就會受傷，有時候跳得快，一直跳。它你有看它有沒有新鮮？對，當然有時候我們還要用聞的，聞這個鰓看有沒有土味。可是我現在光看它的鰓，其實是很鮮紅色的。對啊，這是昨天才摘的。真嘅，難怪。所以鳳珍姐要做這個鯉魚料理，一定要偷下嘅活魚，對不對？對，要活的，一定要活的。餅乾都唔好食嚟。你看很堅持，餅乾都唔好食嚟啊。慈禧餐館做到太傳統，風景子對食材嘅講究一成無變。
传统嘅甜头酱一定要先用上梨嘛，唔但将肉质幼嫩，就算係蜂蜜當料嘅甜頭醬，咪唔會炸鐵也嘅起甜。按多年來，就係請自家嘅師傅親身來買食材，留熟悉嘅菜飯，咪培養出新穎嘅朋友關係。3年下來，就聽聽自家嘅師傅來學做川菜料理。刚刚呢，玛利亚跟你做了要跟凤珍姐的大厨黄师傅来学做第一道料理，要烘收嘛干。啊，豆瓣鲤鱼。豆瓣鲤鱼，因为我看我在那个活鱼店买鱼的时候，其实我很少吃到鲤鱼料理耶。豆瓣鲤鱼这是川菜里面的经典吗？是，大部分做川菜的人应该这一道菜应该都会，只是每个人的做法功夫不一样。对。王建贤師傅台北菜天然，條蝦馬仍然落實，行業嘅輕熱嘅做下，就中鋪衫要40年嘅時間。無論係食材用嚟湯、搭配，還加川菜要求料理嘅技術，王師傅就像係日本盤盤嘅料理師點。家己幫菜一下嘅功夫就變出一片又一片食油膩不離嘅好料理。亮亮，黄師傅，你真的太快了，你要讓我學。你剛剛講有沒有該東西落來啊？一個蒜末，一個薑末。對，蒜末跟薑末。但是炒這道菜最主要是它的油脂要夠，因為它的油脂不夠的話，它會連在鍋上，像這樣連在鍋上。對，所以剛剛為什麼要熱鍋的原因在這邊。對。那先把它這個蒜泥薑泥炒香。炒香。稍微炒香，你會聞到那個味道要先出來。對。然後再接着再下漂番椒。下辣。豆瓣酱本身也是川菜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味道。对对对，基本上任何只要是辣的东西都离不开这个辣豆瓣酱。辣椒酱没有油的话，它颜色会炒不出来。哦。所以它这样，你看它油亮。啊，你刚才是加了1瓢水。对对对，因为一只鱼差不多1瓢水的那个寿司就够了。再拿它烧煮。对，因为你太多的话，它会把刚刚碎的寿司以后，它把它稀释掉，它味道就会淡掉，会跑掉。因为它这个鱼本身也没什么味道，一定要完全要靠寿司的。寿司让它吸入味，这样。看有看没有懂呢？啊，要把秘诀教我。刚刚教的是豆瓣泥到最后的灵魂就是酒酿。酒酿，对，因为要加酒酿哦。对。哇。因为它酒酿跳起来，它酒酿是甜的，跟我们一般放的糖的甜不一样。大豆瓣酱它本身很死咸。那你最后没有再加那个酒酿下去的话，会很咸。哦。那你下去的时候，它变成会很甘甜。等一下，师傅，这该不会是秘密武器吧？对，最後的就是秘密。那你这样公開了耶？沒關係。OK 嗎？沒關係 ，OK。甜頭醬老李馬嘅秘密關係，啲師傅同數落嘅控制方式，又變又料，天天嚟做出濃濃嘅香味。肉含加飽滿嘅魚卵，充分吸收嘅香辣嘅醬，加入酒釀，含加甜嘅豐富鹹甜嘅層次，含加川菜要一菜一葉，白菜白米嘅紅洋生，用青、豉、燉、料、羊菇，含加鹽味辣出名，米絲變化濃多，層面熱爽，就像白米人生。師傅，我看你這樣做一個酷食啊，你這樣子做菜功夫有幾年了？哦，前後已經40年了。40年哎！天哪，我該保守估計大概20年左，20-30年，40年了。對。他們就10幾歲就開始。對啊，那時候家裡比較辛苦了，家裡小孩多，以前比較生活比較清苦，所以說有一個工作，有錢領，有個手藝。有錢領，有飯吃，有地方住，就安定，就好，不用奔波勞碌就好。可是40年前，可是後周吹發，聽過很多師傅說，那個年代師傅教做菜是不講話的，是用打的。對，沒有錯。那個反應不好，慢一點，這個就打下去了。真嘅，可是現在真嘅厲害嘅師傅啊，都是在那個年代受過這種軍事教育出來嘅，對不對？對啊。閨女嘞，站在廚房裡很累，你要怎麼調試自己的心情啊？你就帶着愉快的心情去做菜，不會累，你就不會感覺累，因為而且還做40年。那你想說你當做在做菜做給家人吃，你會累嗎？如果你今天做媽媽的人、做父母的人說啊，小孩子要吃，你再苦再累，你也會做給他吃啊。就看小孩吃，你就很高興。專心做好一件事情，都要地度得到歡喜老滿足。
身體動欠嘅王師傅，面對當日充滿炎熱氣嘅做下成法，到底佢辛苦嘅早就已經填平提起計算，有豐富40年料理經驗，三唔好點技法，唔講佢辛苦，同樣是專心的料理。傳統中葡式嘅鍛鍊可能當然條，唔過中葡3代下肯定嘅，除了係食材嘅功夫。還卡係對呀嘅後面嘅基礎，留對料理出一片好美食嘅初心。好，鳳珍姐，然後我們 Q 啊，好做料理啊。可是平常你除了管外場之外，沒為了做下天數嘛？為了坤坤的呀。來坤坤呐。但是主要這邊都是黃師傅，都是交給師傅嘛，對不對？但是你們也可能準備下點，我講來做乜嘅？做剁椒。剁椒。剁椒攞乜嘅用下炒呀乜嘅咧？剁椒先醃製，用花椒水去醃製剁椒。哦。然後醃製3枚年，米頭當較好。不用3枚年咯！天哪，那不就跟客家鹹菜一樣？比用啊！對呀，先醃製。這個就是你說那個花椒水啊？對，花椒水。先煮過，因為現在是滾燙的。先燙過、煮過嗎？對，先煮過。哎呦，好香哦！好辛苦。我說真的哦，真的喜歡吃川菜料理的饕客，看到這個應該眼睛都發亮了，對不對？你不知道現在在看電視有多少是你的粉絲。會上電視啊？會呢。哦，現在我們在。鹹菜一樣，比用啊！對呀，先醃製。這個就是你說那個花椒水啊？對，花椒水。先煮過，因為現在是滾燙的。先燙過、煮過嗎？對，先煮過。哎呦，好香哦！有番油菜嘅米頭誒。有，師傅有加嘅秘密。批起來當本好，花椒水不用避兩個，還有當不用落去啊。所以這個加一啲嘅高粱。哦，加高粱酒。那有 OTP 切用幾塊的，要麼要煮椰冇咧？煮差唔多啊，大小大概差不多這樣就可以。不過鳳珍姐，一開始做嘛會虧錢卡？因為我記以前做水餃店，人手不夠啊，一老給天數。天天那你就去拿虧錢糖。對呀，真的。去拿虧錢糖。啊，可是你看你們家姐姐又開水餃店。你又開餐廳，代表你們家一定有遺傳很好的手藝哦。因為媽媽以前超會做菜，真的。對呀，媽媽會做菜，故手你們都從小聽得按鈕寬，就耳濡目染這樣。這張有學到啦，係冇學到，總學到食甜甜。哎呦，好命呢！後面那張係按鈕，故手廚師煮出來嘅菜色，要老人叫我討論呢。不要，老我吃食，食到好食，當做的賣。術業有專攻，有些人是負責煮，有些人專門是用嘴巴吃出它到底能不能夠端上桌。因為媽媽懂得料理，自細就食過酸唔清嘅好菜。鳳珍姐悄悄地培養出當地嘅味道，懂得品嘗含甲分別地道嘅美食。故時也為老師傅討論菜式口感，就從列出剁椒牛肉，就係精彩嘅春夏結合。姊妹3種嘢嘅剁椒，特別加個自家啲家鄉土來嘅鹹菜，酸辣高油，本然有想唔到嘅變化哦。今日呢，甜甜我們的鳳珍姐還有黃主廚叫他來烘兩個川客料理。哦，說實在的哦，我做過案的，之前也做過川菜，可是今天有新的學習。瓊按鈕這樣端上桌之後，你還要怎麼開始吃？因為這真的太大了。那是因為特別為你準備大一點。謝謝乾爹。有些人很喜歡吃那個魚蛋。剛才那個蛋挖出來已經快比整條魚更大了。對。真的皮蟲爆滿，吃得乾了。好新猛。我真不是來以後這樣，我你懂不講好。我覺得啊，最後要出來的米頭比什麼有產吃，讓我再來品嘗一口肉來吃吃看，好不好？
吃这个呢，中嫩哦。吃到1度的地方当然是最嫩的。哎，你刚才只是把那个寿司然后给淋上一点点，可是这样也非常入味嘞，刚刚好。基本上要更好吃一点，就是鱼整个下去连寿司一起烧，更入味。但是颜色上卖相来看的话，就会比较没有那么上下，因为它下去以后，它鱼蛋跟一起下去以后，它鱼蛋会化掉，化掉以后变成就是不会这么清爽，会变得渣渣，但是会吃起来会比较入味。可我觉得哈，Selaki 的不像是大家一般想象的豆瓣鱼只有咸跟辣而已，也真给嘿含看文否，而且带点一点酒娘的甜味跟香气在这里。对啊，甘甜味啊。我说真的哦，真的喜欢吃川菜料理的饕客看到这个应该眼睛都发亮了，对不对？这边客人很喜欢吃豆瓣鱼。好，看到还有人品尝这个，哎，这就有一些我们客家味了。懂嫩哎，哇，花椒的香气好浓郁哦。对啊。刚刚的除了这个剁椒泡在那个花椒水里面，水里面泡了3个月之外，中料配你刚刚还有加了花椒粉啊、花椒油。对，那都是加强了花椒的味道。花椒的魅力就是在于你塞拉哈伊勾黑，你觉得整个人会心花怒放，因为它香气很香的，对。归在3颗了哎，真正喜欢吃这种味道的人一定会非常着迷，而且牛肉好嫩哦。客人蛮喜欢吃这个。3点好了呢，这一道菜没有一起做，这道菜是什么？鲳鱼米粉汤。鲳鱼米粉汤，那这时候用来开动呢，要开始怎么吃？来，丸子。先那个丸子，然后一片鱼1块鱼头，然后加米粉啊、蛋酥啦，所以就要吃的时候汤头先喝一下。光看这汤头，你看一下就非常吸引人吃，因为呢里面有米粉，然后有油葱、有鲳鱼、有芋头豆料搞毕业。先吃吃看。先喝汤头。对，尝一下汤头。你会吃到芋头的那个香气啊。真紧非常的沾掉。而且我觉得很道地是在于，其实因为加了油葱、肉丝，还有这个芋头米粉汤，其实很客家。对，不错，我觉得它就是对了我的家的味道。太上师地度無限嘅成法，唔知本季多年田邊台而好好食一餐飯，用心品味搭出料理，悄悄掠出鲳魚米粉湯，本嚟2點鐘嘅烏味，啲湯度化開來。按多樣嘅食材融合嘅烏香，啲最空度留下嘅香味，特別王師傅做到清好嘅甜頭醬，含加剁椒牛肉，一層下來，食到嘅經典嘅川菜老家香味。我剛才注意到一個動作，我們剛才在聊天的時候，鳳珍姐默默又在品嘗今天的菜色做的 O 不 OK 了，做對嗎？做的。還 OK 嗎？因為他剛才給我吃的時候。很認真，他有沒有應該沒有讓你失望過，對不對？不會，因為他說有一些菜色你指定只能他煮而已。對，因為他是累壞嗎？師傅很謙虛的講到呢，其實夫妻煮，唔過呢，發現到啊，師傅不是只是在做料理，怎麼煮而已，他在講的是一種料理哲學。你剛剛這更高矮哦，他從這料理來講到做人處事這樣，他也是引用了這一句名言，就是說一輩子他就做好這件事情。一塊4可能對你來講只是一個生財工具。對，我的能力也只能到這邊而已。你太謙虛了，真嘅。你不知道現在在看電視有多少是你的粉絲。這會上電視啊？會呢。好，現在我們知道嗎？我們來幹嘛？對啊。吵了半天，不會砸了你們招牌。不會，師傅真給這種後生。不過真的哈，他作為19年下來，鳳珍姐一定也是要好好謝謝一下。我很感恩有黃師傅，真的很感恩黃師傅。其實我一路走來，他是我最大的貴人。沒有，大家互相啊。都難得都傳堂，對啊，都傳堂迪度可以看到這種像家一樣的氣氛。從剛才都周下迪度背後啊，甚至是外場在忙碌的時候，最能夠看得出來大家合作默契，大家互相幫補那種感覺，真的很棒。這樣子，其實啦，一路行來哦，鳳珍姐一個什麼年，我哎呦。經營規間傳堂一天冇按過，你覺得你行來除了食到好食東西以外，你還想要老太家分享嗎？該冇咧？
就是可以吃到心满意足。如果说像我自己本身爱吃，吃到不好吃的，我会很难过。我是想说，希望带给大家，就是说，来到六厨吃了都可以心满意足，很满足的回家。真嘅，来到大岛毕业都可以吃得满足，那肚子饱足，心里也感受到幸福，这样子。对。可能就是因为生态一切，本生命度到嘅变到很加珍贵。经营传统30年，经过为生人的成长嘅岁月，不卡老事业嘅变化，乐观坚强嘅风景记，面对生命嘅喜乐，同样全心感谢度到嘅一切。無論係做客嘅師傅，也係愛藏嘅店員，就像無限人同樣，顯示出相互嘅聲音同堅持。按樣相處嘅文土表現啲料理地度，本人啲生意傳飯嘅時節，最空留心頭都得到嘅安慰。因為追求夢想，離開嘅故鄉，來到嘅新嘅城市，都嚟到邊嘅生活做條路。就從嘉偉老家姐姐，老記地度嘅家鄉味，實現啲台灣一地土地上。咪就像馮俊傑，佢80年來對待所有嘅人都係非常嘅溫柔又堅挺。我都想一定有一個境界，佢係存在嘅，佢就係抵講你自家要行向哪道位嘅，行家用最穩嘅腳步行向一個充滿想象、老感動嘅世界。我記得咯。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，下種好面試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，春風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谷雨天，烈下小馬唔下線。夢中淚雨風思念，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甜桂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歇18年，四季輪迴又一年。